雅玲哦，哦，嘿嘿，哦，哦，我知，啊，好，再见哦。什么代志啦？啊？雅玲讲，因老爸啊，明仔透早就要去下岗。是毋是为着天灵甲雅玲的代志？伊是无讲啊足清楚啦，但是伊是足烦恼啊，惊讲时到啊，天灵哦会甲雅玲老爸起冲突啦。无咱两个斗阵来去啦，我袂放心。咱来去。是啊。老爸的需要啦，但咱天灵也毋是三岁囡仔，啊讲遮尔讲啊，咱天灵啊有啥物毋对？伊未来丢人爸甲讲几句啊，嘛是应该啊。哎哟，啊，家己的囝什么个性你毋知影哦？但吼，伊若讲做毋对的代志吼，较咱无法度共安尼点头啦。尤其是讲家己咧丢人爸，哎哟，伊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哼，总讲一句哦，这个囝就互伊伤害。嘿，又搁咧讲我啦。伊哦，伊的个性就甲你哦少年的时阵哦一模一样啦。一模一样是安怎？是偌歹啊？好情我是偌歹？哼！哪里啊？是有啥物人要来着？无啊，爸，下当的天气会较热啦。你敢知影吼？天气热吼，人的脾气就会较歹。你敢知影哦？生气对你的身体是无好的哦。哪里？你是真实哩烦恼爸爸的身体，还是惊天灵花嘛？啊？爸，我当然嘛是关心你的身体，对无？若照我看吼，迄两项拢总有啦。迄个雅玲哦，一方面是希望讲你赶紧将迄天灵吼，甲带转来台北啦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佮烦恼讲哦，你会为难天灵啦。所以讲吼，老的啊，对天灵较好咧，莫共为难啦。这边哪会用诶？伊遮尔大胆，欺负我的查某囝，我若无好甲教示一下，哪会放煞？爸，妈，好啊，紧快来去公司啦啊！我去开门。爸，来恁坐啦。真大兄，亲家，老早，遐坐啦，坐遐坐。啊，你遐尼熬早是要去倒？啊对。哦，我拄则才甲雅玲伫讲笑啦。伊上惊吼，我去应付天理。爸，才无咧，拄则拢是你甲妈讲啊，我一句也无讲啊。其实吼，阮早就将迄天灵哦当作啥家己后生看待啊，啊哪有可能讲去为难天灵的？你讲对无啊，亲家啊？对。好安尼好，我赶紧有要紧的代志吼，我来xử理吼。公司今仔要紧的代志，好当紧也先去办。那你，你要好招待亲家哦。哦，好，我知影。我xử理哈。亲家，袂要紧，你免送，做你请坐袂要紧。唉，雅玲这查某囡仔，都明知你无闲，我专工叫你来。歹势，做你遐坐哈，啊我无闲，我来去坐哈。坐遐坐哈。你免烦恼，天天这个囡仔吼，也知影好歹的。我相信哦，伊绝对唔敢甲恁老爸对起才对。欢迎，当然欢迎咯。啊，你什么时阵会到啊？哦，好，我一定会等你。依赖，多谢哦。好，再见。校长，有一个周小姐要来找你呢。讲我无用啊，连工啦。是周尾我。
美满啊，好安尼哦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啊，多谢吼。啊，美满啊，好啊，什么风来吹来，这里喊行，喊坐，喊坐，喊坐。我吼嘛实在足无想要来啦，安尼真麻烦呢，要来见一个乡长啊，当咧问东问西啦。大，这吼拢家己种的水果啦，哦，无洗农药的啦哈。好好。多谢。美满啊，我真欢喜你来找我，是讲哦，嘛免这么高工就去送水果来。啊，对啦，啊有啥物代志哦，需要我替你服务啊？服务？哎哟，我太受当会起啦，我是要来拜托你的呢，是要来甲你巴结的啦。美满啊，你讲啥物巴结偌歹听呢哈？但你是选民啊，后回我要竞选连任哦，嘛要搁拜托你啊。哎哟，啊做遐济，家敢做袂生效啦？哈哈，美满啊，这你就毋捌啦哈。迄若莫讲乡长哦，限制做两届尔哦，我按算哦要为头做到尾。无法度啦，滴到即个大头边吼是无药好医啦。毋过哦，这心肝莫遐大啦，人啊老吼，就爱练老啦。顶届是泰山啊做呢，啊即届是你做，啊下届嘛换一个少年家来做看卖咧。美满啊，你讲的是啥物话哈？啊，无才讲咱是交情咧交假哈？哈，嘿，乡长伯啊，咱拜托莫搁讲迄过去咱感情的代志，好无哈？好啦，莫讲感情的代志啦，头拄迄样讲毋对的，啊无即摆讲啥？讲少年人的代志啊。讲少年人的代志哦，嘿啊。是毋是要讲你小我来交阮正阳的婚事？若这哦，我赞成。哎哟，毋是要讲这啦，是讲吼，话讲倒转来，恁咧正阳啊，甲迄个阿花啊，敢毋是行足久啊？恁是毋通安尼凊凊彩彩就共放散呢？这做人吼，都爱凭一点仔良心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因两个都根本都无可能做伙，你咧想遐多安尼。啊，对啦，啊今日找我是啥代志？拆厝的代志啊。拆厝。无安排，你爱互我讲几遍你才听有？若讲到拆厝哦，我头壳就疼啊！迄二当市长哦，亲身要来找我算账，也若无哦，要甲我搁较发生气啦。乡长伯啊，打你嘛莫遐紧张，但我是要来甲你斗相共的呢。我美满的人，敢有可能就去害人去哦？啊，你着安尼半一个工啦，去迄对方的建设公司吼，找因安尼参详一下。啊，地换地啊，做无讲我美满啊，嘛甘愿讲吼，要安尼捐一块地出来，帮助恁政府啊，甲遐个囡仔。美满啊，你哦，歹势吼，我若叫了你伤久啦，啊无才拜托你啦吼。美满，美满，你我是安怎遐？美满啊，我是咧想讲吼，你安做人心肝遮尔好。别人代志啊，拢会替别人想。我咧想讲，较早来咱找着你吼，我拜托的吼，莫搁讲即个无营养的话。大家我若无用无功，啊无失礼啦吼。无，你看，我送一个，我送一个啦。来，来，咱们啊，谢谢。乡长啊，你叫我？是咧叫你啦，是咧叫我才是乡长。你做乡长哦，无啥物稀罕啦，是我做了善啊，做了忝啊。我无爱做，我咧让你做的啦，你爱感谢我啦。我也是来感谢你啊！家己4年啊小弟的，选输就选输，爱有君子风度，也毋通小话讲哦，我买票才当选的，我无迄款过你哦，你爱感谢我，你知无？我就是伤过有风度啦，所以哦，我哪无去反你告你啦，无我会甲你买。我要啥？我要啥？你讲啊！美满来听我做证人。我都无咧食饱活药讲，替恁两个人做证人。哎哟，泰山啊，你也做过乡长啦，你即摆是现任的乡长呢，怎么咧自少年达到这个时阵，恁两个吼嘛较差不多一个，共款迄个死人款啦。人咧讲吼，猪狗无共道啦，袂好啦，恁安尼踏落去吼，踏无正啦。美满，
你看，咱斗阵行。哦，好啊，行。诶，这个迄你，电话太闪，你家己买去的。啊对啊，我这我真好这。哦，啊无啦，我来送人去。我会使哦，做讨厌去用无错。我若毋是讲带来，阮国大个定咧照顾阿芬啊，我若叫阮国大个家己去办这证件。我知影吼，中社甲你袂合，啊，毋过吼，你也无反对讲国大甲阿芬来往，实在是足难得的。错人是非爱分辨，善恶爱清楚啊，这是我的原则嘛。我吼是干那反对讲阮国会啊，甲正用啊两个来往。迄中性啊吼，嘛足希望讲因正用啊会当带着阮淑婉。袂用啦，袂用。恁小可若要嫁吼，爱嫁一个忠厚老实、热心体贴、认真打拼的人，就亲像阮国大啊。中性吼，甲你啊，当初时吼，就拢想讲要娶我啦。啊，我迄个时阵吼，实在真正毋知影要选择什么人。啊，规气啊，我都叫别人啊。啊，到即摆恁两个吼。拢希望讲恁家己的后生哦，会当带着阮查某囝，啊，我就真正毋知讲吼，恁的心肝到底咧想啥物迄啊？那我是无啥物企图咧，我是认为讲吼，恁小可啊开始是一个真贤惠查囡仔啦。唉，今日行到这个茶山吼，我想着讲吼，咱少年的时阵吼，嘛定来这散步。是啊。但少年的代志吼，我永远拢会记。泰山啊，我是咧想讲吼，咱下一代的婚姻啊，互因家己去选择啦，互因咧顺其自然比较较好。你讲我是无毋对啊，但我是希望讲吼，恁小我来当嫁阮国大啊。泰山啊，希望是希望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有当时现实的时阵哦，是无共款的。我感觉讲吼，迄医生甲迄护士对你足好诶呢，而且吼，你时底当互你转去厝诶。是你热心啊，辛苦唔感动伊。阿大，你帮助我做这个。哎哟，阿芬啊，你是咧感谢我啥物啦？这嘛是吼，我应该爱做诶，对无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妈，我最近吼常常来看这个囡仔，我即摆发觉讲吼，我若一工仔无来，我心内就怪怪呢。这阿芬啊吼，敢若拢顾这个囡仔，啊嘛袂用耽误终身大事啊。真正若讲有一个好的翁吼，嘛爱紧嫁嫁。小婉啊，妈妈吼是敢若生你甲淑慧尔，上介好吼，你着紧甲我招一个翁吼，倒转来。妈，咱即摆暂时莫讲这好无？即摆上重要吼，着即间厝袂互人拆掉的啦。这做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拢安排好啊啦。我吼上烦恼的是你啦。妈，过年社会你倒转来啊？阿芬啊，行好，阿芬啊，行好，行好。老师要评评哈。阿芬啊，行好哦。阿芬啊，转来啊。阿芬啊，行好，行好。可以啊。我第下吼，做一寡代志，啊无我较晚较得来，吼。阿仔，袂啦，我等。顺行啦哈。小朋友，阿姐要倒来去啊，再见。这个囡仔哦，实在是足体贴的啦，实在是啦，足好的查甫人。迄嘛对一个查某囡仔有这福气哦，若嫁哦，一定一世人足幸福的。我相信吼，阿芬一定有这个福气。你免知影后袂讲好无？我从来拢唔安尼想过。这阿大啊吼，若肯互阮招，嘿，小婉啊，你着当嫁伊啊。
妈，是啊，假使阿弟若娶着小我哦，迄是阿弟好气啊。无啦，阿芬。阿爸，阿仔，哦，你倒来上好，人喺裤襠电咧吹过那边啊，紧来，回去人送伊啊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有冇好？哎，阿仔，小等下啦。哎，阿仔啊，你照顾阿芬哦，这阿爸无反对啦，当做小妹嘛。哎，我有甲恁美婉姨也讲过哦，你若要娶某吼，爱娶小婉。阿爸，嗯，迄感情袂你勉强的啊，顺其自然就好啦。我是恁爸了，我袂用替你做主呀。啊，我这世人我准也无爱娶某咧。哎，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我无时间甲你讲这个，我要送货啊啦。我啦，阿爸，哈，打火一个啦。感谢伊哦。倒垃圾。你怎来讲啥？好吧，无，我要送货，我送货。你好，这是张国华，你先等一下哦。张国华，接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喂，龙辉你好，是你哦。哎呀！我哪有开销？要地上。先来一啊。我跟你讲，袂用的，我绝对无可能安尼做的。你若是要安尼做，我看咱两个规矩煞煞。刷去，哼！我绝对袂帮你刷。高辉，迄房你逼我是无要紧，少年你要你逼我是毋是啊？我即摆无闲甲你讲遮呀，害我阿讲啦。高辉啊，高辉！你经理啊，当手表来啊。唐师弟，唐师弟，你来啊？专工为你来，无你即摆去变身吧？唐师弟，我当市长，阮查某囝叫你，你叫我啥？叫爸爸。妈，我先去公司看卖咧，看有代志要处理无。阿玲啊，免去啦，等下出来面陪妈妈，等恁爸爸的电话。妈，踮伫咧厝内面等电话，有啥物路用呢？阿玲，你有事业心哦，这是足好啦。要毋过，查某囡仔哦，重心大事搁较重要呢。唉，我是足烦恼恁爸爸哦，毋知对天灵安尼学袂起性地袂？想我爸爸，甲天天好我扇一个嘴皮，替我出一口气啦。我是来救恁奶的，我啥物代志替伊设想，无采我对遮尔好，伊搁安尼对待我。阿玲啊，等恁爸爸若将天灵娶转来了后，我就希望恁两较早结婚的。唉，人若结婚哦，迄心自然就会定落来，啊嘛较有耐性。妈妈安尼讲对无？我毋知影，我即摆心情足乱的。我相信阮天灵的心情嘛，甲你同款足乱的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
站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害我为情心痛痛。情海。